各位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我都也好，真係非常的歡喜。做嘛嘅喏，我講話講到後來水就會流出來，因為今日我要同大家來紹介一種我親好食的果子，就係沙茄，阿咩有人喊佢喊做福果。有種東西我最近從細就親好食，特別去到呀菜市場就會當上愛買咗去福卡。唔過有一段時間啊，可能因為我小到當到，我哋啊一般咧，可能喺超級市場啊，我係冇辦法買到呀沙茄嘅，故所我就幾年就冇食到，千難的就會食到呀東西。唔過呀按當然，以前有看到韓卡道嘅沙茄做得較好買到嘅，故所今日嘅節目當中就會來同大家來分享，也下千對時，就係也在世界做得來食嘅沙茄，細細嘅來分享。今日嘅節目地度邀請到嘅來賓係親口上嘅呀兩公婆。先來分享大家好，謝俊峰分享。大家好，我是謝景宏，那很高興來這邊，然後介紹台東的世家給大家認識。好，歡迎景宏來到節目當中。接下來係佢講嘅本容哦，分享林佩瑩分享。大家好，我是林佩瑩，今天很高興可以來這裡跟大家介紹台東的世家農產品。哇，真的是很年輕哎，我覺得兩夫妻這麼年輕，做得轉到台東，真的是也是青年返鄉，然後轉去福卡種呀沙茄也係福果。我們先來聊一下這個世家好了。讓大家來回想一下，我們想一下這個世家的客語，我們常常叫它福果，就是佛果，對不對？然後我們家是叫沙茄，就是一個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字，反正就是爸媽都這樣講。然後還有一些其他說什麼叫什麼牛心梨，對，然後還有說沙梨的樣子，就是有很多種說法。但是我聽說它的學名叫做番荔枝。有這個說法叫番荔枝，沒錯。為什麼會叫它番荔枝呢？因為其實世家它在幼果期很小顆的時候，它的形狀跟那個荔枝還沒有成熟一樣，都是綠綠的，然後外表一顆一顆的，長得很像荔枝的小時候。所以也是差不多這麼大。對，它的幼果期。這麼大的大小。對，所以是就像前面那個。對，沒錯，那個彩繪的東西。是。那這樣看真的蠻像的。對，所以它小時候很像荔枝，故說它的學名叫做番荔枝。因為外國來的，我們就叫番嘛，就叫番荔枝這樣子。原來呢，故說漢白看到番荔枝，你要知道這個是世家的學名哦，我們可以改嘅一種漢法吧，太搞記得。故說我吃到東西怪台東有暗斗，我們每次如果去花東旅遊，就會看到有東人賣沙茄，就是在路邊啊，然後可能一車一車在賣啊。福起來暗斗人來，清少很少介紹係客家人呢種沙茄嘅人，因為通常在台東很多種世家的人都不是客家人。好不容易被我們找到一個啦，就是我們的景宏，對不對？對。景宏阿公係苗栗人，對。然後阿公就搬到台東那邊去。是曾祖父那邊。曾祖父在阿開。對，然後才移居到台東去。他地步卡冇講下嘞，沒關係，但是真的是很不簡單，終於讓我們找到係客家人來分享，所以阿泰來到台東的卑南這個地方，阿泰就是選在這個位置，對，然後那個時候就種水果嘛，種果樹，那時候就是做一些像水稻啊，或者其他一些農作，然後一直是到大概是我爸爸開始接手以後，才開始在做果樹相關的。對。那您爸爸那時候接手做的時候是做哪一種果樹？一開始做的時候是那個大木世家。就有在開始做大木世家。對，但是大木世家量比較少，主要那時候是台東那時候還有種那個高階梨。對，像是新興梨啊、風水梨那一種。對。然後再到你這一輩。一直到我要返鄉之前，才開始，因為天氣的關係，在台東種高階梨，它的就是氣候不太適合。太熱嘞，因為好像本來應該是要在山上。溫帶水果。對，它是水梨算溫帶水果，在台東算太熱，所以
气候跟渐渐暖化的情况下，台东已经不适合，所以就是开始慢慢的转种凤梨世家这样子。但是你刚刚讲的凤梨世家或是大木世家，对，其实在台东比南米亚的收菜这个位置，黑董事哈北是很适合。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位置那么适合种世家？台东这边呢，它主要是气候它的日夜温差，然后还有在就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会有东北季风啊，然后还有那个太平洋的黑潮有流经过台东，所以这些种种因素加起来，就是让台东就是这边形成一个蛮独特的一个气候，这样子。在一年四季都温暖这样子。对，然后冬天冷的时候也不会太冷，这样。对，所以就会按用东天数嘅反应，古时候你看台湾安台，不过就枪鸦片，就是台东的一个区域，有种很大量的世家。刚刚 Andy 啊，这个俊峰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当中，有讲到2种品种的沙卡，2种品种的世家，有讲到大木世家跟凤梨世家。有的人可能一下的诺斯底度就想到讲，嘛该是大木世家，嘛该是凤梨世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好好介绍一下，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清楚，尤其是我说的我的前几年的世家空白期，就是也生不到沙卡给世界啦，就是真的是有一段时间对世家非常的陌生，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2种世家的差别，好不好？我们请佩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的，台东最主要目前就是生产这2种世家，那一个就是比较多人知道的大木世家，对，传统的世家。那因为它现在把它品种改良到木很大颗，很大一颗果实，所以它现在品种其实是大木世家。对，那另外一个比较不常见的其实是凤梨世家，就是外表尖尖，然后果实呈倒三角形状，这是凤梨世家。那这2种水果其实是产在不同的季节。所以因为以前印象中好像世家就是捏甜，夏天才吃得到，所以现在是冬天，对，然后也会有凤梨世家，对，冬天也会有凤梨世家。那这几年因为其实气候越来越热了，所以凤梨世家跟大木世家在冬天12月、1月份，其实台东都还是有在收成。所以其实就是等于说我们一整年几乎好像都可以吃到世家了，对不对？只是在台东是可以的，只是说可能很甜就都得比较主要吃凤梨世家，捏甜就都得吃比较多这个大木世家，比较对食的感觉。没错。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因为也哈农民嘅也技术啦，还有天时嘅关系，大家一年四季都做得食到也冇去用嘅沙卡。那我们现在就来跟大家分享2种沙卡吃起来口感有嘛跟冇穷用。我们先来吃凤梨世家好了，好不好？凤梨世家它吃起来它是比较 Q 弹嘛，对不对？口感是跟传统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记得好像我小时候刚认识凤梨世家这个水果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困惑，这是什么东西？对。所以你们自己，比如说你们自己在台东种世家，台东的乡亲朋友们对于凤梨世家这个水果也是很熟悉的嘛？算是。其实台东一般非农民的话，对这个水果还是稍微有点陌生。对，所以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教育跟推广的主要原因。我好怀念这个味道哦，因为其实它就像一些些嘞。沙卡的味道只剩一点点原来世家的味道，但它是酸跟很多汁的感觉，没错，跟大木世家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然后 QQ 软软的。我要再来怀念一下大木世家，好过瘾哦！我真的很少可以一次，因为你通常开了1颗，你就只能先吃那1颗，你不会这么奢侈的开2颗不同的世家。好，来吃一下这个大木世家。籽很小现在的籽都这么小吗？大木世家的籽会偏小，以前籽很大颗。而且感觉好像籽应该是因为果肉变大颗了，对，所以就没有觉得籽那么多。那记得我头白色沙卡的时间就是剥了一半，然后这样一咬，然后会配出一碗籽，就因为以前的籽很多，然后皮很少，然后现在是因为改良，所以它的果肉都这么饱满。对。所以这2种就是很有特色的6种某 Q 用给沙卡，对不对？
但是比如说像是一般的观众朋友，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哎，萨卡买种皮肤卡，哎，英国买个时间拿来赊账还肚后，哎，这个吃的时机很重要。既然是2种不同的品种。他们吃的时机其实也不太一样，对不对？对，那像传统大木释迦，就是大家如果有吃过，应该不陌生，就像这样子一颗释迦，对，它基本上摸起来软软的，如果它的鳞目是可以就这样直接剥开的时候，就是可以吃的，所以就像这样子直接剥开。哇，有你刚刚在捏的时候，我觉得它好像就已经。有点变形，就是它是软到可以变形的状态，没错，然后就可以很容易分离的时候，就是我们传统释迦、大木释迦可以吃的时间。但是像凤梨释迦，我觉得有一点难掌握，因为我今年就发生一个很悲剧的状态，就是买这种衣服卡，俺就知道像那个大木释迦一样，不用都懂牛，哎呦念的，不扭的，按用给时间当周的来吃，故事我就放的这么软，但是我一吃的时候，整个觉得不对。这其实是不对的时机，对不对？错了，因为凤梨释迦它放太软，其实有时候会有一点发酵的味道，而且非常的甜腻，可能吃一点点你就会觉得好像没办法继续吃下去，跟现在吃起来味道不一样。对，所以我们自己都会做一个就是宣传，让大家知道说什么时候吃凤梨释迦是最好的时机。你说是这一张对不对？没错没错，这超可爱的，这么个蛋糕的东西嘞，这个橡皮擦，这不是不小心放上去的，这是故意的哦。这个橡皮擦意思是讲你捏这个程度，对。硬度、软硬度，对，然后再比对释迦的软硬度，凤梨释迦的软硬度，可以跟我念到吃到差不多，这时候就是可以吃，或者是可以拿进去冰。对，这时候就建议一定要冰，一定要冰，让它保存在这个 QQ 的时候。如果喜欢再吃甜一点点，可以再放回稍微软一点点。如果想要吃就是不要那么甜腻，其实橡皮擦的橡皮的触感的时候就可以下去切来食用了。那捏凤梨释迦是捏它的哪一个位置？因为凤梨释迦它软熟的时候是从尖尖的地方开始往下，对，一直到果蒂的地方，所以我们会建议客人是在至少一半的地方摸起来，对，有橡皮擦触感的时候再吃。有时候尖端已经软，但地头还没软，所以捏中间是比较刚好的。对。哇，学起来了哎！因为它给它描写就真的是很硬，就是还不能吃的时候，所以大家有好不好用的看一下卡做的什么啊？先休息一下，等一下还有喊卡多的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哦。好，非常大家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台東嘅沙卡，沒有人講亞灰果。真件係非常難的，做得邀請到種亞灰果嘅農民，韓國係行人嘅，當小杜到啊，根本嘅種菜啊，當好菜有本人簽到嘅啊，客家農民係種亞灰果嘅。故所繼續來同大家來分享有關灰果嘅一啲小知識哦。之前剛剛有講到是呀，鳳梨釋迦同大木釋迦呀兩種做的食的時間係冇共樣嘅啊。像鳳梨釋迦，你就做唔得等到按熟就張拿來食，就是要等它一開始在它有點彈性的時候就會撈起拿來食咧，做唔得等到青米啊。唔過也係托看乜嘅時間做得食啊。唔過買到係講人送你啊，係講自己買到也得有沙卡，用來保存起來的，因為可能有一些人收到釋迦，就是因為保存不當。故說要的釋迦就變得不好吃，或者是浪費了。那我們請就是佩瑩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最正確的，不管是大木釋迦還是鳳梨釋迦，我們收到應該要怎麼保存是最好的？其實收到釋迦第一步就是千萬沒有軟不要放冰箱哦，因為我們以前習慣就是水果新鮮就放冰箱，但釋迦只要還沒有軟熟之前就直接放冰箱，它就再也不會軟了，再也不會，對，它不會在冰箱慢慢軟，都不會，它沒有辦法啟動它後熟，所以它就不會軟了。
所以一般如果你在市场买的释迦，或是宅配收到的释迦，还没有软之前，就是放在常温通风。不要密封哦，密封很容易因为潮湿或是闷热，它会有发霉，或坏掉的情况，所以就放在桌面上通风，就打开来，箱子都打开，上面的海绵也拿起来，对，然后让它通风，等到像刚刚说凤梨释迦这样橡皮擦 QQ 的，或是大木可以剥开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放冰箱保存，那或者是直接吃掉。那凤梨释迦它的保存期比较长，所以放冰箱1周都是没有问题的。对，但它表皮可能会开始因为冰箱，所以有点感冒的感觉，就寒害了。但是那是感冒对，所以那是没有关系的。它表皮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黑黑的，那是正常的情况。那就是等到想要的时候就可以吃。那有些人他因为可能很多，他吃不完，那也可以把它挖在那个盒子里面放冷冻，退冰之后就是冰淇淋的那个感觉。凤梨释迦的冰淇淋，因为我觉得它的就是有一种黏黏的口感，就是滑滑的触感，所以它吃起来它会有点像雪糕的感觉。没错。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保存的方法。那大木释迦呢？大木释迦也可以冰冷冻嘛？如果吃不完的话，也可以，只是它的籽会比较麻烦。因为它籽比较多。对。但也是可以，的。了解。古手太高有可不可以忙？记得亚萨卡买钻不卡，听说不可以封起来，因为前几天就是其实这个景宏跟佩仪有把释迦寄来客家电视台，然后我们的办公室就是有开箱的2大箱的释迦，所以我们也是要这样子保存嘛，对不对？好。广东亚就会董兄的底下按 t e l 上给两公婆，很年轻的这2夫妻，听说你们是大学认识，然后是吧？大学认识，然后研究所认识，然后就是因为念相同的科系，对，是什么科系？我们都是嘉义大学园艺系园艺研究所。园艺研究所，然后认识，然后就是结婚，然后回乡创业，然后就创立了这个品牌。没错。但是会很想要知道说，你们怎么会想要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因为可能有懂得传统的农民。可能比如说景宏的阿公那一代，或是爸爸那一代，应该都是没有自己创立真正的品牌的，对吧？所以是你们2夫妻回乡创业，才开始建立这个品牌。对，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说把好的农产品，然后介绍给就是我们台湾的民众。所以这个品牌你们想要做的是希望可以把好的农产品介绍给台湾的乡亲，就是不像我们以前可能。甚至外销很好的时候，台湾人去把可能就生的，有点像是你们也想建立自己的内需的通路，对不对？这个其实在这1-2年刚刚好，你们也有见证，因为疫情的时候。是的。是因为可能因为外销的通路。就是中国那边就没有办法外销，所以在台湾你们因为自己有打好这个底子，所以在疫情就很明显有看到。是的，因为包括不管是客人的认知度啊，或者是做内销跟做外销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返乡这8、9年来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即使是遇到疫情啊，或者是外销暂停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可以马上随机应变的去开启我们的内销市场。所以应该说创立品牌的时机蛮刚好的，就是有先铺陈一下子，然后就遇到了疫情跟通路这个事件，刚刚好就被我施工，organic 改个品牌还青春有个事情，而且他们的品牌名称探通哈嘎发有管hen，对不对？好食，对，好食果子果子咩哈嘎发，对，好食好食的果子，然后食是改成这个时间的时，表示吃最对时的水果的感觉。没错。听说佩颖很想要学客家话。对啊，我学客家话蛮有兴趣的。想要把客家话捡回来，因为常常在山上，然后晚上其实乡下就是泡茶聊天嘛，然后公公如果跟一些长辈在一起，他们就会讲一些客家话，我听不太懂。想说会不会说我坏话？没有啊，开玩笑。因为头摆可能有的位长辈给他的去甲讲哈，就是要讲小孩坏话的时候，都会转换客语模式，想说小孩听不懂这样子。对，好啦，这个真都来讲到呀，给他的辛苦的手菜。其实我们现在看给他的两公婆帅帅美美，但其实在港中的时节，在务农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比如说你们还要充当小蜜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
砝码。我们想说大自然的状态就是天然的，它就会授粉。但是要大量的种植这样子的经济作物是没有办法这样的，是需要靠人工的，对不对？释迦就是完全需要人工授粉的一个水果。那是要怎么样来进行操作这个授粉呢？好，有一个多少比例的1500倍，这个释迦花搞得跟香蕉花一样大只。对，那我们就是想要让大家都可以很平易，因为花期很短，就是1年中可能就2个月的花期，而且它花其实开几天就谢掉了，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小道具，让大家可以更道具，让大家可以更认识释迦花，因为我们一般正常比例的释迦花跟我们小拇指差不多，就这么小朵，而且它的花型就是这样子开放，所以一般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蜜蜂啊、蝴蝶，我们认知中自然界的昆虫是没办法授粉的，它有点像玉兰花，对，包起来的感觉，然后它的包片又非常的硬，对，所以又硬又厚，所以蝴蝶、蜜蜂都很难进去。那它要靠它自然界的虫虫的话，又非常小。那现在环境中自然很少这样的虫虫，那就算有那个虫虫，它还会遇到第2个障碍，就是这里面。好可爱！对，这个其实就是释迦花的内部。那前面这个是雌蕊，后面是雄蕊。那它吃雄蕊还会有一个问题是它的时间点不一样。意思是说最佳的受精状态的不一样。对，他们差了1天。同一朵花。对，同一朵花差1天。但是雄蕊、雌蕊差1天。对，那雌蕊先熟，然后雄蕊才成熟，所以。就碰不到啊，就碰不到了。雄蕊准备好的时候，雌蕊已经干掉，已经没办法授粉了。所以自然界它除了花型，还有它的时间点，让它没办法自然授粉。大自然对释迦也太不公平了吧？但也算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因为我们这个技术有找到了，所以我们台东的释迦才有办法这样大量的大规模生产。所以你们必须先取雄蕊的花粉。在雌蕊准备好的时候，人工帮他们授粉。对啊，我们授粉季的时候，下午4点开始，我们就会到果园去采，这样一朵一朵的花，采很多很多，然后回家这样把它铺好，铺在整个客厅满满的，然后隔天凌晨4点的时候再起来拨花粉。天哪！然后就花粉就是这样一朵一朵把它拨下来哦，好辛苦哦。然后我们会把它收集成一小包一小包，然后再带到田里面，然后用我们的工具。可以去帮雌蕊授粉是景宏手上的照片，对，真的，你这样看到用手指头的那个比例尺就可以知道，其实花真的很小一朵，没错。然后是用这个有一点像是，这是授粉枪，那我们把花粉收集在这个管子里面，然后下面有一个类似气压球，吹球，对，那我们压的时候这个空气会带着这个花粉上去，冲上去就会粘黏在这个雌蕊上面。那这样就成功了，就成功了。那会有其他因素影响到它授粉可能会失败吗？有蛮多的，包括湿度太高，就下雨的时候，湿度太低。然后它也没办法完全授粉，所以它其实授粉有一个时间点，基本上到9点之后，授粉率就会一直下降了。晚上9点还早上9点，所以你根本就是半夜要作业。它晚上6点的时候开花，然后你就可以听到果园里面会有一点很安静的时候，你会听到啪啪啪啪啪，就是啪啪啪，花瓣就这样展开，就会有一个啪一声。这么酷！对，所以5、6点的时候，你去那个果园就会听到啪啪啪的声音，很小声。好有趣哦！古总，你看呀，今日真嘅係有請到帥美美來到節目同大家來分享這個沙卡嘅陳種歌唱，韓國人台灣農民清腔嘅素材哦，還有等等內容要同大家來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個進到節目當中哦。好，非
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是钟意权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要同大家來分享也薩卡邀請到台東比南嘅客家嘅後生，轉到我卡當中嘅青年農民來分享，還個家就做到同好，甚至連家就嘅個人嘅管理啊，也係每天天嘅後生化。科技化，比如講，當接到新聞當中談到啊，喺講讀到風采嘅時節，就會有焚風，呀啦，這個天氣的這個狀況會出現到台東，然後就造成很大的農損。所以你們為了要防範這個狀態，還特別做了一個很科技的設施，來跟大家來分享一下。比如說，像這個焚風是可以預測的嗎？應該是這樣說，焚風它主要有一個很大的特性就是濕度低、溫度高。所以我們在田間有設立氣象站。那它就可以偵測到，當濕度開始降低、溫度開始升高的時候，它就會啟動灌溉。對，然後就是讓灌溉的時候，讓那個果園裡面會有水分，然後降溫。對，降溫這樣子。哇，剛剛景宏很緊張，大哥，因為是因為上節目太緊張嗎？好，大家都知道你非常緊張，但是你很專業的，在一邊打嗝的狀態，一邊跟大家分享完。我們這種東西就是要非常的專業，連這個焚風都可以被預測，然後就是用澆水的方式，讓它不要這麼熱。所以焚風是因為熱度，所以讓果實受到傷害嘛。焚風的季節大概就是伴隨着颱風，颱風前可能台東因為落山風這樣子就會有溫差，對，那個風是非常的乾燥很熱，人在外面會很不舒服。佩瑩不是台東人嘛？我不是，從小沒有在台東長大。對，我經歷過焚風，我真的有點很像家裡面除濕機開到30度的那種情況，太乾了，暖氣的那種感覺。對對對，不好呼吸，皮膚也很乾燥，所以可想而知，植物在那時候絕對受不了的。尤其那時候剛好是我們剛剪枝產期調節，那個芽才剛冒出來，花才剛出來的時候，很容易因為太乾燥，所以整個葉片就乾枯。就枯萎掉了，所以那時候如果我們沒有灑水幫它補充水分，所有的新芽就會全部都那個燒焦。所以這個科技化的系統，它是自動偵測，然後自動噴水。我們會把它連到數據連到我們手機，所以我們手機會可能會警示說，那個濕度開始偏低了，然後我們有可以自動灌溉的就自動灌溉，但不行我們就要跑去幫它開個水，讓它可以灑水。我第一次聽到這樣子的做法，感覺這會如果它這個系統如果普遍起來，應該是可以對農民有很大的幫助。對，如果它剛好在北部、南部都有一塊地，它沒辦法這樣跑的時候，就這個就會蠻方便的。對，古時候後生嘅農民就給到自己做事情嘅方式，而且2位高學歷有研究所出來的，所以會用很專業的方法來種東西。古時候今日當然要同大家來分享呀，輕鬆有嘅呀冷知識，這算冷知識嘛？今日嘅福氣片裡碟，我同大家來分享嘅係。沙卡呀，富狗有想是買到黑，可能有5色的斑點，有黑色的斑一塊一塊的，然後大家看到就可能就不會買起，但是這個黑斑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因為果實上面其實有時候看到黑黑的，消費者會想說，哦，這是瑕疵品。那像今年台東就經歷了2個蠻大的颱風，那就是我們都稱我們樹上的釋迦叫做勇氣的釋迦。哦，真的。對，他們經歷過2個颱風，那包括在樹上啊，可能被樹葉這樣打來打去都黑黑的，那或者是它這個樹的抵抗力下降了，所以蟲蟲會去咬它，會有蟲斑啊，或者是一些黑斑，那其實是都沒有差的，它只是外表受傷了。那他內心依然的溫柔甜美。而且其實我們看到釋迦的外皮，然後低度你吃到的果肉，其實它是有一段距離的，所以它只是外表有一點點的損傷，並沒有對它的裡面的果肉造成損害。所以你們是不是其實也有推出那個祈福果實，要跟就是你也是要推給大家，因為真的很好吃，它並沒有受到影響。對啊，因為我們吃釋迦其實不會吃果皮，對，皮都是削掉的，所以我們客人其實
吃习惯了，就觉得我们释迦很好吃，他就会买西福果。送礼的话可能会挑漂亮一点，对，自己吃就是买西福果，果实皮去掉以后，里面一样还是一样很好吃，物美价廉。对，物美价廉，一定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虽然也告诉大家我们要惜福，我们出生我有一些的输送给也的购置，没做在拿来吃。不过其实台湾跟农业技术真的一点好，真的是可以外销。像我刚刚跟佩莹聊天，有讲到家的我是有香港。然后加拿大是不是？对，所以像这样子外销啊，要做到什么条件才可以外销？可以吗？景宏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最主要还是在果实的清洁，然后我们就是会在包装前会先用那个气枪把果实把它喷干净，就是虫灰尘都不能有。对。然后吹干净之后，我们再套果网，最后装箱预冷，最后再出货这样子。因为这个很重要，这就是关系到如果说你有物种的问题，如果你把虫带到别的国家，那就是不行的事情。所以要外销这样子的水果，其实要条件是非常的严格的，应该这样讲。所以不仅是你果实本身的品质要好，你连勤俭啦、包装啊，一系列都要非常的专业、非常的规格化、非常的干净，你才可以出货到国外。故说你都有做到一件事情因为是很荣幸可以访问到2位，跟大家来分享这么专业的细节。韩国我们南腔案呢，2个实验科学懂还有想不够黑爸爸妈妈但是也是因为黑爸爸妈妈，所以你们有做食农教育，对不对？没错，包含刚刚那个1500倍道具，是的，还有现场有这个很可爱的贴纸啊、明信片，还有我们刚刚一开始有共斗那个翻荔枝形状的那个小果实，那个也是佩莹自己做的。对，这就是我会带着小朋友，红色那一颗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做的啊，好可爱哦！就是让他们可以自己彩绘，对，然后做成一个钥匙圈，没错，然后还做了一个超可爱的贴纸，然后贴纸那个是黑色释迦的纸吗？对，没错，很可爱，就是很有创意来做这件事情，还有那个很美的明信片，还有很漂亮的山，跟天空。对，这个明信片设计其实是以台东为背景，所以那个山是我们的中央山脉，然后它有4个季节，春夏秋冬，台东发生不一样的事情，再把贴纸贴到上面，就会配合我们时节上的去操作。那如果黑公天4季条前的观众朋友，他们想要参加这个食农教育的课程，是可以跟你们合作或者是预约的吗？对，他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我们，或是打电话来跟我们预约。哦，那有人数的限定嘛？听起来真的很好玩。基本上我们散课或者是团课，我们都会接受，都可以，只要时间上许可的话都可以。那大概有什么样的活动？除了学习这些小知识、小手作之外，还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吗？我们也有采果体验，那授粉期也可以做授粉体验、套袋体验，就是一起到田间去玩。很棒哎，而且也还 encondo 呀胸片，就是整个环境都做得非常整洁，还把它做棚架挡起来了。对，那其实也是你们保护果实的一个方法，对不对？就是留得树头在嘛，所以即使台风来了，怕果实不见，留得树头在。对，这个也是遇到会风财啦，也是台风，因为在台东这个位置真的很常受到台风侵袭。鼓手泰嘎真的有限的时间啦，都得去请一下这个后事购置哦，请家的个网站，然后去做同家的来预约这个不管是食农教育啊，或者是田间的体验，都做得来参加。韩国其实刚刚这个景宏有讲到嘛，台来到呀台东开始可能种田啊，种果为呀的爸爸开始种果子、种果树。那不仅仅是有释迦，其实没有呀，凤梨爱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凤梨释迦，然后还有种凤梨，会不会有客人搞不清楚你们的那个水果品种这样子？我们在介绍都是介绍我们种凤梨释迦、凤梨释迦3种所以要讲2次凤梨释迦、凤梨释迦，因为还有凤梨，而且这个凤梨有一个是我不认识的凤梨，叫西瓜凤梨，所以你以后可能要讲凤梨释迦。西瓜凤梨释迦，这个品种好特别哦，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它这个果形它就比较圆，然后比较大颗，所以就是
它的命名就叫西瓜凤梨。哦，对，那它的特性就是就是稍微皮有一点转黄的时候就可以吃了，不用说放到很黄。哦，因为像一般可能是金钻或是土凤梨，大家都会想要等到它全红才可以吃，然后西瓜凤梨就比较特别，可以绿绿的就可以吃。好啦，故说今日大家有熟悉到青豆也得农业吧，同购置有关的也得设计什么，我们也很谢谢我们的景宏，辛苦你了。还有谢谢配音，其实两个黑影力清醒苦亚吞时间就是他们最农忙的这个世家的采收期，还打工抽比洋机来到台北来浏阳，等下又会跟着去的。故说吼，希望大家今日都有学到动到哦。希望大家嘅舒快休息下，等下天天欣赏更好嚟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嚟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啊，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